想制造白煞军队？做梦！徐嘉玲，你竟然敢背叛大人！是他先欺骗我的。程序已经启动，无法停止。快毁掉它！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快撤！走。爸，你快带麦琪走吧，趁现在1号厅还没有时间来抓你们。那你呢？我要留下来，我亏欠沐尘太多了，我去救他。好吧，那就叫上子昂陪你一起去。 这样也互相有个照应，救到沐尘以后，马上来和我们会合。我一定要见到你们。保护好自己。我们2个
还没有分出个胜负呢。走。赤焰，你去杀了殷昊天，为你的女人叶子苏报仇。报仇？我的心都没了，但是还想着杀了殷昊天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你对他的仇恨已经融入了血液，刻入骨髓。只有他失败了，你才能够解脱。那我该怎么做？你去破坏召唤仪式，让殷昊天无法成为暗黑神。要想救矿木城，首先就要杀了这帮废物。赤焰，你没有了心，难道连命也不想要了吗？我只想杀了殷昊天。大人，让我们来帮你清理门户。没用的东西。
太弱了。这就是你反抗命运的代价。笨蛋，你干嘛不杀了匡牧尘？如今殷昊天布下结界，你想杀也杀不了了。我真想杀了殷昊天。我要杀了你们两个，替子苏报仇。不，赤焰，赤焰，你要报仇，冲我来好了。我求你不要伤害他。风云，你们两个都得死！行了，我好不容易救了你的命，你给我老实一点吧。他们两个只不过是殷昊天的走狗，杀了他们又如何？童颜、凤仪，你们要想继续给殷昊天卖命，就留下来等死；不想死的话，就各找活路。你们不要白费力气了，血月很快就会出现了。你们做什么都没有用。殷昊天，你欺骗我！我要替牧尘报仇！嘉玲，徐嘉玲，我当时把红瞳的能量传给你，是让你誓死效忠于我，没想到你竟敢背叛我。不过没关系，对我而言，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，所以你们都得死。没事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能看着你受伤却什么都做不了。牧尘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一直误会你，还把你害成这样。不是，是我丢下你一个人不管，害你误入歧途。你快走！想走？今天谁都别想走！你快走！
向沐尘，这2个女人都愿意为你去死，你打算让哪个先死？该死的人是你！你们快走！他是不会杀我的，你们走得越远越好。沐尘，我不走，我一定要救你！你已经没有神器载体，还敢来送死？那我就成全你！雨桐，走，你醒醒了，走，你醒醒，走。雨桐，我没有什么能力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只是替你挨这下了。子豪，你不可以死！你不是说好的，等到我30岁的时候你就必须娶我吗？你说话不算数。子豪，都怪我不好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你就不会变成这样了。子豪，雨桐，你别哭了，我真的现在一点都不痛，真的。我只是有点困。子豪，你不准睡，你不准睡！子豪，子豪，子豪！易浩天，你竟然害死我弟弟，我跟你拼了！嘉玲，好感人的画面，你们每个人都愿意为对方去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行。夏玲，你醒醒！夏玲，夏玲！嘉玲，你醒了。每次我遇到危险，你都会来救我。嘉玲，但是这次，嘉玲，但是这次太迟了。不要，嘉玲。沐尘，我想把我们的爱情牢牢抓在手中，结果却每一次都把你推得更远。不会的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沐尘，我不怕死，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爱你。嘉玲，嘉玲！没想到这个老狐狸还留了一手。血月就要来临，你们谁都阻止不了我！
狠手！别管我！不，我不走，我一定要救你！不管你做什么，都是没用的。阿黑神即将出世，他将和我融为一体。这个召唤之术，原来就是巫术。就算耗尽我的本源之血，我也要把你救出来。什么才算是不适合？平平淡淡爱只是生活，人越来越爱追溯当时丢了什么，犯的错都是种挥霍，越来越深越迷糊了，付出越多越怕不值得，你不懂也不晓得，只是怕你走了，我们都做过了些什么？如果若没有如果，回到最后一次拥抱那一刻，如何也要让你懂得，犯贱绝情是我掩饰的脆弱。如果若还有如果，或许你我究竟终究争不